在自己频道的社群按社群进入找。现在是第2项，这个道歌调剂的歌曲，学易经的班哦，它都有那个歌曲哦，这么多歌曲。那这样的话，有50几首，按照编号也来找，比较不会乱掉。刚刚找到第10号中山村，现在找第11湖水印。湖水印哦，你看人家那个影片标题有湖水印的，前面打景致的，你看 YouTube 频道怎么把它整合起来变成那个影片资料库啊？透过频道的社群贴文，点按超链接，很快就可以找到这个影片资料库。那怎么把它加入播放清单呢？注意看，它不是那个广东话的才加哦。按画面右下方3个点，然后第2项储存至播放清单，然后第2项勾选道歌调剂的歌曲整合，按完成。